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冠哥，欢迎收看3月20日中嘉台南电新闻。最近，花莲正在盛况因为提拨8亿互观光甲招财业来解决困境，结果引发真大争议。所以议会上午定期大会当中，有这位议员要求市府针对台南大地动的盛况运用进行专案报告。最近花莲大地动盛况的运用引起真大争议。对此，议员蔡玉辉在上午的定期大会当中，佮一同吹时，市府答应无要用盛况来进行土壤异化的检测，但后来议员透过盛况执行，要求市府针对盛况的运用进行专案报告。我要求身为召集人，我有责任，我嘛有义务要求在专案报告这届中间摆一个半日。专案报告的到底，咱市政府当初信誓旦旦，土壤异化未用0206用善款的钱，我拜托主席，这无啥物争议，摆一步一日，还是一个早啊，来把这个状况到底用一对。市府针对善款在土壤异化，只有用在受土壤异化的那些住宅。帮他去做灌浆，或是让他们去做补强、扶生。那么土壤异化所衍生的，像公共设施、像道路像这个相关的侧沟整建，那个都是用公款，没有用到善款。所以大概可能蔡议员有一点误解，就是说我们土壤异化用善款都是用在私人的住宅，因为它受损受灾，那么我们去帮他做扶正，或者是补强，或者是灌浆。那至于土壤异化区的相关公共设施完全都是由公款来指引，没有用到善款。议员杜素英甲洪玉峰也非常同意市府针对206地动盛况的运用进行做详细的报告，希望除了用伫赈灾以外，也会当用伫建筑结构安全等相关的预防措施顶面，也接到专案报告，让大众知影盛况的运用是毋是有合理。我嘛希望讲，我们要针对这方面去做一个万全的、多全的设备。未来要安怎做，会当互咱的建筑物安怎用，因为过去有可能就是讲它老旧的房子，但是后来又改建、又增建，然后呢就造成它的基站的负荷不过，然后地震就倒了。这个我们也要去思考哈。如果你把这个善款挪作其他用途的话，人家不会支持。我目前嘛无法度知影，虽然你拄到会寄一张批互阮讲，这善款已经开偌济去啊，开偌济迄个细节无人知啊。你只是给我们一个笼统的项目，那到底它用的合不合理，是不是适合在善款里面使用？只有善款委员会的人知道。我觉得。对社会大众来讲，这是没有办法交代的。对此，代理市长李梦燕强调，所谓盛况绝对拢是用伫受灾户身上，李市府也真愿意向市民报告盛况的运用情形。最后经过大会决议，排定5月15号上午进行206地动盛况使用情形的专案报告。电视媒体陈林根采访报道。另外，对着面对艺术厅活化，虽然政党协商早就决定要改做青年创新育成中心，不过议员有一寡反对的声音，认为并无适合设立议会，所以上午议会嘛要求经发局要伫定期大会当中提出专案来讨论。针对平地议会从活化作为青年创新育成中心，是接受议员赖委员的反对。在上午的定期大会当中，伊也质疑经发局成为主管机关，但为何伫1月15号的政党协商当中无到现场报告？同时对着经发局提出3年要成立14间公司，创造145个就业机会的目标，提出质疑。主管机关经发局你没有来，这个攸关民治议事厅的生死大事，
你为什么没有来做一个详细的说明？诚如你讲的，这是一个对地方非常好的一个活化的案子，为什么不来说明？局长，我想这个秘书长代表市府，也代表我们金花局，那是中共的分支。为什么不来呢？这个以往都是正常情况，都是秘书长上。对此，在5月14号的定期大会当中，经发局将占地活化明地艺术厅，规划设置创新育成基地，进行专案报告，到时将提出探讨。但新闻加上林根采访报道。为了创造台南市可靠的保存甲建设开发的双赢，所以台南市率先全国伫台盐、龙田、多文站来设立台南科技中心。该中心19号正式举办启用典礼，希望让台南成为科技研究的重要基地。台南市政府全台首创成立台南科技中心，并将基地设置在历史建筑台盐龙田杜文站。19号这天，邀请到代理市长李梦岩、文化局长叶铁山以及学界顶贵宾共同揭牌，未来嘛会甲学界合作，展开考古遗迹的保存工作，并负担起预防性考古的重要任务，让咱市重大的建设会当顺利开发，嘛会当兼顾文化遗产的保留，让台南成为考古研究的重要基地。我们成立这样的考古中心，不只是可以做预防性的考古，有些遗址还在计划阶段，有些开发计划还在计划阶段，我们就可以来协助做田野调查，协助做预先的一个保存的一个调查。那另外在实质上，进入开发阶段的部分的遗址之前的这个包括挖掘、保存或者是监看，我想我们成立这样的考古中心都可以快速的、有效的，而且是维持最高品质的方式来协助各个开发单位。那我想这对整个台南有这么多的遗址，这么多珍贵的遗产，我们好好的加以保存，我们加以这个保护，甚至维护起来那将来也更多的这个能够让相关让民众有更多的这个了解整个台南的文化参观的一个机会。在中心内底嘛展示新石器时代等相关文物，会当让参观的民众实际看到文物维护的过程，非常具有教育意义。欢迎各界踊跃前往参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地法院检察署上午正式成立数位财政室，其他以后透过高科技的数位仪器来进行犯罪稽查，有效打击犯罪。1、2、3。好，谢谢。台湾台南地方法院检察署数位财政室，伫咧法务部张道辉商务处长、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检察长王天胜，以及台南地方法院检察署张文正检察长，甲侪检调人员的见证之下，正式启用。针对着数位化时代的犯罪，数位财政室引进了上界新的科技仪器，会当有效破解锁掉的，或者是被删除掉的资料，进一步来找出证据，打击犯罪。大家都知道犯罪的稍纵即逝了毒品案件了甚至于呢，将来我们年底呢刚才我们这个汉文检察官有曹文检察官有提到了年底的查获的功能，这套机器呢，相信也会发生及时来发现他买票者跟谁接触他呢接触的内容是什么，他们所在里面呢会这个提示呢，他们双方的这个。用语啦，或者双方的约定是什么，可以马上来查获。所以我们这一套机器呢，是最重要的是讲求及时和效率，然后呢让犯罪者呢无法遁形，因为它最重要一个功能，虽然你把它呢这个消除掉了，但是它有恢复的功能。为了配合这一套机，因为这个机器呢都是国外的几个比较先进的国家，比如以色列、瑞典和苏联，他们这个厂商开发出来的。那呢，我们采购这一套机器，台湾呢代理的厂商进口这一期，我们也附带了
要训练我们的人力，要不然你有机器，没有人会操作或是了解不行。所以我们从去年呢，这个10月、11月呢，就密集呢开班来训练我们这个第一梯次呢是有80位的我们检察官、检视官呢来做初阶的这个讲习。所谓蔡正式设立的近期目标，就是要结合毒品资料库进行大数据的分析，同时也当查出上早期这款伫咧网络上进行的犯罪，增加着破案的线索，发挥客查犯罪上界大的效能，让民众会当安心来过生活。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先新闻节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长期推动英语成为第2官方语言的政策，今日得到多益英语测验台湾区总代理的赞助，除了将免费提供1500名额予市民来报名，一旦考试合格，嘛同款颁发证书。所以希望想要了解家己英语能力的市民，千万要把握这机会。市府推动英语作为第2官方语言，鼓励民众提升英语能力。将英语学习甲生活结合，今年得到多益普及英语测验台湾区总代理中兴公司的大力支持，提供1500个免费考试名额予台南的市民，予市民趁这机会了解家己的英语程度，成绩若是有够标准，嘛会使摕到官方的证书。因为 TOEIC Bridge 它是属于for 英文的初级跟中级的一个学习者。那事实上，我们一直主张英文的检定呢，它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学习的。但是坊间有些英文的检定太难了，对学习者来说会感到挫折。那这个 TOEIC Bridge 正好跟我们的政策非常的符合。然后呢，中兴公司呢也愿意提供给我们1500个名额，那一个人的原价是1100元。那还可以额外的赞助我们的官方的证书哦。那官方的证书，如果大家都知道的话，它的定价是300元的。所以呢，如果你要参加考试，然后呢达到134分以上呢，相当于全民英检的中级以上呢，可以得到免费的一个官方的证书，跟国际的规格都是一样的。所以呢，也相信呢，也很有帮助于市民的就业或者是升学等等的哦。把英文当成第2官方语，或者说把英文当成必须的沟通语言的人口，已经超过30亿。那这些当然包含台南市民努力要学习英文，也在这个30亿之内。所以我想，英语已经是一个世界沟通语，这个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那么，台南市这次办这个多益普及呢？我们觉得非常欣慰，也同时和 GEAD 的陈理事长达到一个共识，就是要完成一个研究专案。那么这个研究专案呢，会变成其他国家台湾的其他城市的一个参考。GEAT 台湾全球化教育推广协会嘛，趁这个机会，甲中兴公司合作推出日常英语学习手册，帮助市民学习日常的生活英语。只要报名参加的民众，就会使免费下载。20号上午，副市长张正元嘛颁发感谢状予这2个单位，并呼吁市民莫错过这难得的机会。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下面来关心相关的医疗资讯。
这种叫做旋转肌袖症候群的疾病，时常发生在制造业甲营造业。不过，真侪人拢无清楚，这有可能是工作所引起的，所以疏忽着家己的权益。地处医生强调，一旦认定是职业病，不管是复健还是开刀，拢会当申请补助。旋转肌袖症候群主要来自频繁的肩胛头关节运动，手骨伫咧动作时不良的姿势会改变旋转肌袖的结果，造成压手或者是提物件时会痛。而职业性的旋转肌袖症候群，就容易发生在营造业或者是清洁人员等等的族群身上。职业性的旋转肌袖症候群，它主要的症状还是集中在我们肩部的不舒服。那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肩部的疼痛放射到我们的前背，那严重到最后呢，可能一些动作啊或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引起相当的不适，然后手部无力的一些情况。那这样的不舒服呢，主要会发生在一些我们手部工作的作业族群。那如果有反反复复的手部高举过肩的动作，或者是手部姿势不良的施力，都有可能会引起这些肩膀的不适，而引起职业性的旋转肌袖症候群。医师指出，旋转肌袖症候群一旦认定是职业造成，伫咧复健或者是后续开刀时，拢会当得到相关的保给付，也无需要因为生活压力来继续从事可能伤害的作业，更会当照着职业疾病的诊断来改善工作当中的不良姿势。但是，张山林根采访报道。现在病为提升胎儿检查正确程度，伫去年引进上届新型的4D 彩色超音波，都要高品质影像，更当针对婴儿有搁较侪细节的检查。4D 彩色超音波仪是目前全世界伫咧妇产这方面检查胎儿上界新、上界优良的机器，因为保有高解析度的灰阶甲汇流造影。佮加上高质感的探头，会当保持着上界好的音波穿透力佮敏感程度，会当配合着无共时期的红眼仔母体检查。这台上界新的4D 彩色超音波仪，也会当互影像伫咧细节的呈现变甲更加完整。那它这一台机器是目前全世界最新的超音波在妇产科方面，那在南台湾这是第一台引进在成大医院。那事实上，目前台大可能预计已经有进来，否则的话，在医学中心台湾来说，这是第一台引进在成大的机型。那它有很多新的功能，特别是在对小朋友的胎儿的侦测，它其实解析度很好，那更快，速度影像更清楚。所以有一些以前比较细微的问题，可能传统的超音波不好诊断的。这个超音波的诊断力会提升很多，特别在胎儿的心脏的部分。那再来就是说，它是4D 的机型，所以就是除了立体的影像之外，它速度很快，所以它可以随着小朋友动，一起可以让爸爸妈妈一起很真实的看到小朋友完整的一面这样子。立体超音波影像会当互有心的妇人人甲家属更加容易来了解到胎儿的健康。更加重要的是，会当量早发现并治疗红眼仔无正常的身体状况，互即寡红眼仔一出生就会当得到上界好的照顾，互家属更加安心。台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今年25岁有先天重度听力障碍癌小姐，2岁时就接受疾病的电子耳手术，同时进行语言的复健。伫大学毕业以后，佮接受另外疾病的手术，现在就算甲一群人做伙开讲沟通，拢无问题。为了见证接受电子耳手术以后成效，会当看见癌小姐伊讲话自然嘛做清楚，而且如果无半开头门看见机器，真怕发现伊是重度的听障者。特别是伫双边拢手术以后，声音的品质更加立体，同时当甲多数人做伙沟通。觉得接受双侧跟单侧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在音源辨识上会比较更有立体感，就可以大概知道声音是从左边还是从右边来这样。
台北县皮药部部长林延松表示，早年因为电子鱼的材料费用真贵，敢若单边鱼坑接受手术就要95万，扣掉补助嘛要20-30万，所以病人有限。不过去年开始政府试办健保给付以后，才让这重度听力障碍患者避免庞大医疗负担。所以，医生嘛建议有需要患者愈早介入，效果愈好。针对先天性听障的小朋友，我们希望他越早植入越好。那一般以2岁左右为最佳的状况。那希望能够在6岁以前植入人工电子耳。那最慢呢，不要超过12岁。那如果是后天性的听障，他已经有语言跟听力的基础，后来因为其他疾病或意外造成的双耳听力受损，那就没有年龄的限制。当然，在受损之后呢，也越快植入越好。这是指单耳植入的。那如果是双耳植入的话，它可以是2个同时植入，那也可以是已经接受一边人工电子以后，在一段时间再接受第2侧。那一般来说，这2侧的植入时间能够差距越短会越好。那建议一般能够在3到5年之内。那如果是间隔比较久的时间的话，它的效果还有训练呢会更复杂一点。基病已经累积将近30档的经验甲技术，嘛希望有先天听力障碍朋友会当透过后天的手术来弥补，同款应有听清楚人生。内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下面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这云有时好天气，温度15度到23度，落雨9一成。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收看3月20日中港台湾电视新闻，咱再会。